即马诈骗的步数是已经愈来愈新啊，所以为着要防止这个犯人假做是政府来骗民众，数位部是规划政府专用的底信平台。即马民众看到号码有3个1，才真正是政府传来的消息。查看手机啊信息，当看到来自总统蔡英文所发送的简讯，那来源号码111是数位部上新推出的短尾简讯平台。今年的1月到9月，我们拦阻了超过689万则境外电话诈骗，拦截了超过1632万通解码的简讯，民众可以更快速、清楚地辨识简讯的真伪。面对诈骗手法一直换新，行政院决定短尾11提供予政府机关发送简讯使用，希望降低民众予假做政府发送的简讯诈骗。假冒公务机关的这些号码，因为这些号码是10码、09什么的号码，就不会再被误认成公务机关。我们第一期是花了1200万的建制费，那还有700万的简讯的费用。那之后到共同供应契约之后，就会按照实际发送的简讯则数跟各个机关收费。发送方式是政府经由 API 安全传输信息档案到平台，佮传送到各电信业者，发送予民众。第7检阶段，包括数位部、劳动部、佮法务部等6个机关参与。数位部长邓宏也讲，还有20外个政府机关官员有意愿采用。本来1开头的这3码或4码的短码就是政府机关专属，从国外在他们那边也许也有一些111这些相关的码，到我们这边大家从手机上面看起来就会前面有加8几啊什么之类，它加起来还是会一个很长的号码。短尾简讯平台立时上路了后，预计明年1月正式进入共同供应契约，予各行政机关采购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